靈情詩語哥林多後書第4章1至6節，職分上的忠心。我們既然蒙憐憫，受了這職分，就不喪膽，乃將那些暗昧可恥的事棄絕了，不行詭詐，不謬講神的道理，只將真理表明出來，好在神面前把自己薦與各人的良心。如果我們的福音蒙蔽，就是蒙蔽在滅亡的人身上。此等不信之人，被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，不叫基督榮耀福音的光照着他們。基督本是神的像。我們原不是傳自己，乃是傳基督耶穌為主，並且自己因耶穌作你們的僕人。那吩咐光從黑暗裏照出來的神，已經照在我們心裏，叫我們得知神榮耀的光顯在耶穌基督的面上。保羅向哥林多教會表明自己所受嘅職事喺主裏邊係何等大嘅榮耀。呢個榮耀嘅職分既係神所賜嘅，佢就要盡己力做好。1至2節，見證印證職事。保羅雖然話佢得到呢個榮耀嘅職事，卻唔自誇，佢只誇基督，因為知道係唔配得到嘅，係神嘅憐憫。既係咁樣，就憑住勇氣作主工，為咗表明自己係神忠心嘅用人。喺生活上，佢謹守自己，堅持傳純正嘅福音。因為有哥林多人挑戰保羅嘅品格，都有人批評佢淡化福音，冇依從摩西嘅教導。因此，保羅必須為呢啲福音自辯。佢嘅誠實作工係神可以做見證，並且眾人可以印證。第3至4節，福音蒙蔽原因。福音有救人嘅能力，然而喺一啲人嚟講，仍舊係得不着。佢哋仍舊往滅亡嘅路上走，因為佢哋敬拜假神，以致被迷惑，心眼被弄瞎，睇唔到基督榮耀嘅形象。5至6節，只傳基督職事。保羅再自辯，佢唔係傳揚自己，乃係基督，因基督係主，保羅自己都係佢嘅僕人。意思係佢只係順服主嘅旨意作工。神喺創世嘅時候吩咐有光，光就喺黑暗中出嚟，呢個係創造嘅超自然。保羅都借用嚟到說明，喺救恩上都一樣。人喺黑暗當中，神就以真光光照佢，叫佢認識基督嘅榮光。呢個就係蒙恩嘅福音。保羅為咗佢嘅職事不被毀謗，佢有勇氣自辯，唔係為己，乃係為呢個福音嘅事不被攔阻。呢度俾我哋反省到：第一，每一個侍奉主嘅人，佢嘅生活都當謹守，免遭人詬病。第二，福音嘅兩面性，在信嘅人係得救之徒，喺不信嘅人嚟講係滅亡之徒。第三，能夠成為傳福音嘅人，係因着神嘅憐憫。我哋應當常常帶住感恩去作工。親愛天父，保羅同我哋一樣，都係蒙憐憫成為傳福音嘅人。我哋應當喺生活上謹守，免得我哋所做嘅俾別人詬病。求主叫我哋所傳嘅福音，不單係口傳，仲有生命嘅見證。問題思想：第一，呢個世界仍然有好多人被假神蒙蔽，我哋可以點樣為呢啲不信嘅人守望呢？第二，我哋點樣學效保羅極力維護同持守真理呢？第三，
我哋可以點樣見證基督嘅榮光呢？請再讀以上經文，寫低靈修札記。